好，發聲社，我係 Jackie。我係 Cady 啊，屬羊嘅朋友啦，你今年就係合太歲，運氣大大提升，再加上有粒太陽星照住，運氣就更加旺盛。喺今年容易有男性嘅貴人嚟幫助。財運方面就正財穩定，偏財多機會。投資方面可以同貴人合作投資而獲利。健康方面啦，今年火旺，要注意下燥熱肝火盛，都容易攰㗎。女性就要注意下婦科嘅問題。事業方面啦，有太陽星照住，工作順利，多男性嘅貴人扶持。做生意就可以同人合作。感情方面，人緣就極好，單身者容易脫單，有伴侶嘅就感情和睦。整體嚟講，屬羊嘅朋友喺今年運氣好好㗎，但係都要留意下7月同埋10月。